俗语讲了好。哇哈哈！伫一个烧热的下晡，一个拄出社会一个皮皮来到伊哇，想真久要入去食头路这间公司来面试，哇！吼吼，等一个时间真久了后，总算轮到伊。到底皮皮会使面试成功无？互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经理，报告经理，你是无看到我咧困觉呢？哦，歹势，无你困起来搁甲叫我出来。什么代志啦？经理，无啦，嘿，叫一个人要来应征啊。这啥意思啥？嘿，履历表，履历表，有一人要来应征。嘿，对，合作皮皮啦。啊，甲你什么关系啊？啊，甲你什么关系？无啦，我是负责我主任啊。你当时我临事部的主任。你主任？对啊，你经理啊，你比较听有你门口咧接电话，你主任？无啦，我先起门口主任。嘿啦，保安部。你当时升的我哪唔知？无啦，规个部门我一个人尔，你无升我，你要形象。嘿啦，我校长兼讲经的，我搁着顾问，我搁着收邮局寄来物件，我来收，收这。一个公司遮大间，我后壁一个董事长，我总经理，我敢若管你一个安尼尔。啊，咱拄啊3个。你那哦，先，这组够水的，体格超好的。你哪知伊体格好？我有看到啊。嘿啊，无啦，伊头拄来，我有看到本人啦。腰瘦，头毛蓬，嘿，指甲顶扣扣哦，我拢摄过哦，咱这优质的节目哦，我咧外头咧，嘿啊，摄过。我感觉你敢若想要甲这间公司买了，家己做头家的感觉。无啦，我请你足危险，什么家己升做主任，有一工你家己升做总经理，到落尾你升做董事长。袂啦，上少爱等你家己死头路啊！我哪会使家己死？嘿啊！咱两个安尼拍拉梁来刷呗吼，差不多好啊！我叫伊入来，我搁落去过门，安尼，吼。你莫偷看。袂啦，我袂偷看，我看几下届啊！无啦，伊应征的时阵，电脑我看几下届啊啦，嘿啦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我咧甲人面试。啊无，你莫对我。我知，这我内行的，照老规矩嘛。半点钟了才来弄门嘛。讲迄什么话啊？我总经理是这款人吗？有当时人会问到，人迄着，你莫对我。我知。你歹习惯，我了解。歹势，啊是要去无啦？啊，我来叫。头家你好，我是宋慧乔，今仔来面试应征你秘书的职位。你叫冻袂调。宋慧乔，宋慧乔。你把伊讲我骂，你有什么情？宋北调。哦，你叫宋慧乔。宋慧乔啦。是。你有我裴勇俊啊。啊，你讲啦，你要来应征做秘书的吼。哦，像讲呢，哇，你讲做秘书，好啦，无你有啥物专长，讲来我听看嘛。专长哦，我专长就多哦。我会晓泡茶、开讲、马杀鸡。基本上就是头家你叫我做啥，我拢会晓做。啊，工课方面吼，我是足拍拼的啦。薪水咧，你着互我一个月15万就好啊啦。初一15分2届，安尼互我，安尼就会当啊。你讲你冻袂着，宋什么桥？慧乔。慧乔小姐吼，我即摆是要应征秘书。毋是要应征迄个来遮咧服务迄款的人员，你什么马莎，你当做头家是中风啊哟！啊，拜托头家好好的，你即款的啊，想济啦，你走啦，你走，阮则无要请秘书，你走啦，你走。吼，头家拢中风，佮叫我来创啥？走就走啊！若毋是听讲头家做缘投，我则无稀罕。哎哟，即摆少年人真正就害呢，哈！
袂正经就想要飞，你根本就是山鸡上水鸭。哈，走就走啊！头家拢中风，佮叫我来，我毋是听讲吼，头家做缘投，我才无稀罕。哎呦，你们少年人真害呢哈！袂正经就想要飞啊，你根本就是无毛鸡鸡大鸡，拍破鼓咧！哦耶！哦，你人演8点钟，我就怀疑。我感觉你较适合演喜剧啦。拄好两个答案，有无？这个秘书想，这个查某囡仔想要来应征秘书的工作，但是伊想伤多，什么一个月都要偌济，都要偌济，吼，就袂真袂咧，就想要安怎拄安怎，所以有两句哦，第一句叫做山鸡上水鸭，有无？第二句叫做无毛鸡鸡大鸡。来，人类第一个对的举手。敢若拢会使呢，啊，无我经第一个。一票呐呢，一个人，敢若一个人认为讲山鸡上水也是对的，爱着无毛鸡鸡大鸡，认为这是对的，举手。来，好，手正慢，no 拢无举手，你的意思是安怎？我咧想第一个兄，山鸡鸡上水鸭，哦，有道理吼。嘿，有道理的对嘿，无毛鸡鸡大鸡是，就万你等下解说嘛吼。我给他破梗嘿，毋是你要拣一个啊？我拣一个吼，安尼我拣第一个好啊。哎呦，山鸡上水啊，山鸡上水啊，你想啊是安那？就是你是山鸡，你是山顶的鸡，你就好啊做你的迄款的嘿啊，你搁想讲要搁去做水鸭，水鸭人伊有法度，但水内底受水，你山鸡无一定会晓受水的。对不？所以你就是嘿啊，有点自不量力的感觉。嘿，真老讲哦，我怀疑你想要这样。不，我无要这样，我坐你边就好啊。好，来老师，甲阮解答一下。哎，诺已经解说得真好，三鸡孝上水啊，迄个其实是啊，就你讲的自不量力。无钱哦，佮敢食人大帝过啊！食无3杯硬菜，就要上西天。啊，3两人讲4两话啊，变做迄人较无脚踏实地安尼。啊，另外咱一句讲的是啊，无毛鸡鸡大鸡，无米佮要留人客，表示安那有钱无？无。啊，无钱佮要计好野人款安尼。所以有时吼，人情世事陪到，你会无顶佮无走。所以有时咱有偌济钱，就做偌济代志，唔当打肿脸充胖子。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山鸡上水鸭。哎，我嘛唔知迄个，我嘛难做得到。看里面。其实咱会去用啊，应该是点的，无毛鸡鸡大鸡是吗？原来是真正是山鸡上水鸭。你两个无简单呢。哎呦，慢点讲。哎，你嘛算这哦？啊，你红叶的嘛对不？我看你心内底可能是安尼。